Hello， 大家好，我係 Victor。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父母角色分工同埋維持健康伴侶關係嘅重要性。而家嘅社會父母需要兼顧工作啦、家庭啦同埋育兒，都可以話係壓力山大㗎。但係有效嘅角色分工其實唔單止可以減輕到彼此嘅負擔，仲可以提升到家庭整體嘅運作效率㗎。當對方都清楚自己嘅責任，同埋尊重到對方付出嘅時候家庭嘅氣氛自然更加和諧。例如分工合作，其實可以令父母都有時間陪小朋友，了解到小朋友嘅需要，當然就可以促進到親子關係啦。同時，合理嘅分工亦都可以避免因為家務分配不均而導致嘅衝突或者摩擦，保持伴侶之間嘅和諧。當父母能夠互相支持同埋鼓勵，一齊去面對挑戰，其實呢一個合作精神亦都可以成為小朋友嘅學習榜樣，幫助佢哋將來建立良好人際關係㗎。維持健康嘅伴侶關係，基於係良好嘅溝通同埋互相嘅諒解。當父母能夠開誠佈公咁交流，分享大家彼此嘅想法同埋感受，就能夠建立起鞏固嘅信任基礎。呢一個信任唔單止係伴侶關係有益㗎，亦都可以影響到整個家庭嘅和諧同埋氣氛。健康嘅伴侶關係可以讓家庭成員感受到安全啦，同埋有支持嘅感覺，營造出一個穩定同埋充滿愛嘅成長環境。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俾到啲啟發大家，下次再見，拜拜。